咁其實呢首歌呢，係我第一次有 BB， 但係第一次流產嘅時候作出嚟嘅。嗰時 BB 8個禮拜啦，但係就聽唔到心跳啦。咁醫生話等多10日，俾時間佢睇下出唔出嚟啦。第8日嘅時候嘅早上6點呢，我已經係陣痛咯，就要入醫院啦。等待佢離開個過程係好痛苦。我記得第一晚係星期日崇拜嚟嘅，咁我哋嗰時係疫情啦，有嗰啲網上崇拜。我哋今次音樂會嘅總監，佢帶緊我自己作嘅一首歌叫《你不放手》。嗰首歌係講喺黑暗裏邊點樣揾到耶穌嘅十架，耶穌嘅光。哇！我完全感受唔到自己寫嘢。好啦，到第二日，因為嗰間醫院係基督教嘅度，咁就都有聖經。咁我打開聖經睇到，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，令我在可安歇嘅水邊，就成為咗呢首歌嘅一個正歌。等到第3日，啲醫生話唔得啦，要做手術啦。醫生會講做手術有好多風險啊，可能子宮都會冇㗎，好少個 percentage， 但係都要同你講，哇，勁驚！嗰時我就會覺得，上帝啊，我認識咗你10幾年，我知道你係一個盼望嘅神，但係我嘅感受上真係失望，而嗰種失望係我冇辦法攞走。開始有一個意念就係、神啊，你幫我攞走我嘅失望，神啊，你幫我處理我嘅失望。咁就開始有啲 melody 喺我嘅心裏邊啦，我仍然去相信你應許我喺我兩肩之中，大概有呢個副歌啦。咁就我就 look 住，咁我就入手術室啦。雖然每一次講我都會有情緒，但係好似歌詞咁講，我相信神嘅應許係會喺度。